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我的过年啊？哪有？好容易，好容易，做不来的。麻婆汤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心汤、鸡肉饭、卤肉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上帝啊，这规间庙闹甲遮功夫，无法度去落打啦。迄边的壁特别风吹大，要安怎？哎呀，这间庙互风台掀倒去啊！上帝爷上任，不过迄时已经有一位大上帝住在草花街了。可能一位新拜命的上帝爷就被变在无闹无热的小上帝，将地主误认伊是豆菜底，勉强做一间3分无成事、4分无成景的庙宇来安放。日子本来就歹过，想袂到风台甲庙吹倒。大雨落了半个月，可能3位神明摇了骨落工，只有寺庙风水的青茶来治疗。上帝啊，你逐工坐在座顶，阮两人徛在座下，俗语讲得好啊，坐咧毋知影徛咧艰苦，若无设法想一条活路，阮两人已经徛袂牢咯。啊，我真歹势，互恁对我过即款的艰苦的日子。安尼，我这顶动道金的通天冠，恁摕去拍银价东如饭店，少几文钱，嘛通好茶米。上帝啊，唔好啦，迄是你上值钱的物件呢。免阁讲，就安尼决定。看到元帅因为目倒腰，就无惜面底皮，马上来东如饭店转出5000钱。然后对米街行来，经过马祖经口的时阵，听到有人咧喊出宝入宝，原来是天上圣母的手下千里眼，还有顺风耳伫遐咧拍练宝。赵元帅，咱来参详一下，咱不如将这5000钱摕来博一个，若是好运赢奖，咱就会当赎回通天冠啊！以后啊，逐工的费用啊。都唔免烦恼啊！这敢毋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呢？赵元帅，想袂到你讲想的拢共款，安尼咱就决定甲伊拼输赢。有够天真的两个人啊！也无想看卖啊，内场一个是千里眼，一个是顺风耳，免来是因的对手。无几分钟的时间，
5000钱就输甲空。兄弟啊，阮回来啊！奇怪，恁哪会空手回来咧？兄弟啊，你摕通天冠转出5000钱，但是啊，这条钱在马经口叫一个了牙大汉千里眼抢去啊！可恶千里眼，竟然敢抢我的钱！上帝爷气噗噗，赤脚提剑向妈祖经口赶来。千里眼顺风耳看势面唔对，就将庙门关起来逃走。拄好文昌寺的魁星要前往关帝庙，因为魁星甲千里眼生做同款啊同款，上帝爷不分乌白，用捆腰索甲魁星绑掉咧，吊伫咧小上帝庙的头前。魁星红掠去了后，文昌寺发传单，所有的文人来见孔子，要求孔子出面。孔子只好去请武圣出来做公亲。关圣帝一个人就来拜访上帝爷，一入庙门就看到魁星红吊伫咧青仔树顶。上帝爷，青仔树顶哪会吊一个人伫遐？关圣帝，你毋知影？进前风台将庙吹倒，阮枵甲无饭通食，将通天冠摕去断，想袂到绑伫遐的千里眼竟然将钱抢走。上帝爷，你误会咯，迄吊咧遐是文昌寺的魁星，我就是为着这件代志来的，希望你将魁星也放转去，会实咧。岂有此理！这人明明就是我当场掠到的。若要将所抢的钱还回来，要放人绝对无可能。关圣帝无法度协调，倒来武庙，准备写表走上天庭。这个时阵，外面有人通报，延盘山蒲阳洞主孤灵圣庙求见。关圣帝，我今仔日来是因为上帝爷过去时常侮辱quý族。趁一个机会，特别来斗骹手。这时阵，孔子拄好前来拜访。孔子就问孤灵圣庙要用什么方法来救人？我修炼混元腿、蒲阳丸，这种方开对天血吹出来，任意是大罗神仙，也随焚烧劈散。若对地血喷出来，身躯一片随时昏倒。今夜三更。我甲混元腿对地血喷出来，就会当救出魁星。将近3更，孤灵圣庙伫法坛做法，轮值的李天王看乌天暗地，当要查看的时，不妨一阵芳气插入脑内，马上跋落涂骹。孤灵圣庙屈指一算，知影代志成功。偷偷来到小上帝庙救了魁星，可怜尖卡右手的魁星骨折筋断，成了万字形的破相。透早，众天神看李天王昏倒在地，魁星已经消失无踪。上帝爷心内有数，知影对头人来了。事到如今，爱请三太子。才会使报李天王的冤仇，扛着元帅领旨来到南天门。太子爷，代志满啊！你的父亲被混元腿弄甲不成体统，若无紧想办法解救，恐惊性命难保。我掠准什么大代志咧？若是李天王的代志，就甲我无关系。阮师父太一真人用莲花化身救我，所以我毋是李天王洗肉体啦。三太子，你的话虽然有道理，但是
千不该万不该是规灵圣庙伫小上帝庙的庙厅头前讲大声话，伊讲就算是落车伫遮，对伊也是无可奈何。什么？毋敢讲这款话，看冤安怎甲假死？三太子手举看火尖枪，前军牵，脚踏风火轮，赶向小上帝庙。经过小西门的时阵，听到一阵公贤甲娇滴滴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是倒位来啊？迄是萧金窟，因为龟灵圣庙解救亏青，所以孔子就命令管仲建设萧金窟，互遐孤囝子孙挖靠。三太子小想要去萧金窟开一个眼界，所以就拨开昏头，一看惊一条，喊一声唔好，马上走回凌霄殿。原来迄天是南部自转车竞赛大会，无数的选手伫咧竞走自转车。厉害厉害！想不到今仔日拄到赢我落车万倍的自转车。想当时师傅讲过，世间除了我以外无第二个风火轮。如今看起来竟然有千千万万。事到如今，只好拜托师兄雷震子走一逝。看到元帅无法度，只好赶回小上帝庙，说明三太子被自转车惊走的代志。啊，既然安尼嘛无法度，恁两个紧去行政宫请孙真人来救李天王。果然是真人妙方，灌下丹药，马上听到天王腹肚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无淡薄时间，脚动手摇，魂归本体咯。先暂时来讲，孤灵圣庙救了亏生了后，因为男女授受不亲，惊人议论，唔敢带伫武庙，就借宿在妈祖经的边。忽然心血来潮，屈指一算，孤灵圣庙是啥人了咧想起咧？可恶的孙真人，我真不简单，这麻醉李天王，想不到伊竟然将人救醒。这个孙真人靠着医法精通，身躯几个间老仔厝，袂输伊上熬。既然出头算角，但我点一个手段，互伊知影我的厉害。你有啥物方法？讲来我听看卖咧。我以前是孙海波者，有呼风唤雨的能力。即摆我等孙真人过生日，做发起一阵风，吹落伊的头巾。看伊个安怎点风神？后来大道公生日，拢会有大风，都是这个原因。落车来到北天门，找到雷震子，讲父亲受难，家己下凡到萧金窟，被无数的风火轮惊走的代志。雷震子答应斗3天，马上手提黄金棍，行向小上帝庙。想袂到挖进大北门，伫陆军练兵场拄到飞行队咧操演，一只飞机乘魂入雾，被雷震子误认是风雷石。想袂到竟然有甲我同款的风雷石，世事真正是无奇不有啊！不怪师弟着惊逃走，我来试看卖伊的力量有偌大。雷震子就是家己的风雷石，是分中专卖伫起。看到同款的风雷石，就想要打击对方。飞机的驾驶看到雷震子飞伫咧后壁，心内想讲：嘿，后壁较会飞这么紧，安尼恐惊弄着。我来用上大的马力向前飞，才袂危险。可恶，伊的速度哪会这么紧呢？
好，我用冲地金刚法飞去伊的面头前，看你我会飞，也是输我，呵呵，互你知影我黄金棍的厉害。雷震子提起黄金棍，就要甲拍落去。哎呦！想袂到名声响亮的雷震子，竟然被普罗佩拉拍落涂骹。恁看，这谁啊？喘甲正大声。哎呦，这个人生做尖嘴相识，是要惊死人哦！恁拢甲我点点，今日雷爷也受难，恁无来安慰，竟然搁伫这吵吵闹闹，真正是唔知死我！雷震子生气，就将黄金棍提起来乱舞，一时间飞沙走石，树木尽倒。歹势啦！是的啦，请你莫生气，千万唔通将地皮扫尽，因为最近景气有够歹，以后阮所有的人拢会永远尊敬你做雷公啦。雷震子心想，伫遮耽误时间也是无路用，将风雷石一点。一个人飞来马祖经的边啊，点名孤灵圣庙应战。我特别来为李天王报仇，只是伫遮恐惊会惊动大众，不如咱来去大南门外山顶交战如何？好，倒位战拢同款，行。孤灵圣庙暗中叫众居者埋伏在山顶附近。雷震子在大南门外等待，忽然看到一阵乌云，知影孤灵圣庙到位。我袂当互孤灵圣庙先放出混元腿，若无对家己不利，不如我先用金光来护体。眼前万道金光，雷震子到底伫倒位？哼，无关系。互我祭出混元腿，看伊安怎唱。嘣！归灵圣庙，看我黄金棍的厉害！雷震子对孤灵圣庙的背后大力甲拍落去，孤灵圣庙要来抗击，一时昏倒在地，躯壳破裂，血直直流。众居者同齐来解救，孤灵圣庙忍痛逃走。归灵圣庙已经逃走，恁遮的居者还敢搁留伫遮，分明是自找死路。我着先转恁变。黄金棍马上变成高机，对众居者头壳攻落来。居者看危险，赶紧趴伫涂骹，甲头揪入去躯壳。雷震子一时兴起，甲三山五岳的石碑刷来对遮的居者。时间经过，竟然变成化石，所以大南门外山顶才有9只石龟被石碑缀掉咧。翻头搁再来看孤灵圣庙忍痛逃走，来到竹罗山下海城隍庙，庙前的龙虎池。饲着无数的牛囝，今仔日躯壳已经拍破，不如我就伫城隍爷面前忏悔，不定有一天会当恢复。你看，也有真正新来的。喂，新来的，来遮就要守规矩，还当阮食饱，你才会使食。受伤的孤灵圣庙无法度反抗，只好记在因欺负。到最后，还阁互赶出龙虎池。我今仔日会受伤变成安尼，拢是为着子孙的生活。想袂到，竟然互恁一阵旧囝赶出去。即马进无路，退无步，不如死死咧，较免拖磨。一阵心酸放声大哭，孤灵圣庙烧了2封遗书，予陆角仙甲金鱼仙，拜托因替伊报仇。
回工跳落安平国姓港自杀。后来台南掘运河伫国姓港发现一只石龟，就是圣庙的肉身化石，即阵保存在南厂保安宫享受香火。收到批的陆角仙甲金鱼仙，准备要借法宝摆下天罗地网阵。金鱼仙领令前往临水夫人庙，因为不相识，唔敢轻易入去庙内。这位，这尔济人担礼物，唔知哪内底是啥货，我来变做一只狐神，陪你入来甲看卖啊咧。啊，原来是米糕油饭啊！夫人妈，你若保庇阮老翁仔某生一个查甫囝，阮就办油饭、米糕、肉酒来孝敬。啊，你个戆查某啊！要生囝唔生囝，是恁翁仔某的工课，哪会来求别人保庇呢？想遮尔大胆，伫本庙黑白讲话，将保者将人掠来。金鱼仙脑筋动了紧，马上大声喊：“夫人妈，你的饭碗你要互人抢去啊！搁颠倒将好人掠起来，紧甲我回去哩哈！”你为什么讲我的饭碗互人拍破？代志是安尼，日前李天王在凌霄殿设三仪祭限会啊，今仔日来小上帝募集会员。你想这件代志若好势？恐惊三宝讲实会，以为无人来入会，甚至你以后米糕油饭嘛食袂到啊！所以啊，我特别来借分元金斗，通好去度李天王啊！将保者甲三宝讲实员听了真生气，为了顾饭碗，一人一句开始吵闹，要求夫人妈借出法宝。临水夫人被吵闹甲心烦。无法度，就只好答应将定家宝借予金鱼仙。金鱼仙继续行往重庆市，到庙前只敢看到生气冲天，四界拢是娇滴滴的姨奶奶，伊也变成一位妖娇的妇人人入庙来。我就是报师爷貌似判案的。想袂到，原来是一块火炭头啊！哇，这尔水的姨奶奶，亲像上岸下凡。报师爷毋捌看过这样飘逸的女人，所以目睭小可偷偷啊看美人。金鱼仙趁机会偷走错干，现主时重庆市内已经无错干，就是金鱼仙偷走的缘故。金鱼仙化作一阵清风，来到新店，看水手爷点一支迷魂幡，好厉害，阵阵魂消魄散。真是神奇的宝贝，看我用假迷魂幡换伊真正的物件。金鱼仙摕到迷魂幡，佮往关口尾找王神老祖。到了单前，金鱼仙变做一只蠓仔囝飞入去。先祖啊，信女想要求签开出运，望你指示。头一支是签头，发油3斤，添金300，大添大好。胡言乱语，无非就是要出挂钱，有土地骗人的行为，救灾师傅的人格。我看崔命符应该无啥物作为。等我将分元金斗错干迷魂幡提回去交灵，了后就再落来说法。
陆角仙顶人摆下天罗地网阵，甲万福庵大书馆家三元巷团团围掉咧。嘿，这几工生意遮尔歹，钓教的人变少，也无人找我治疗，互我几工坐是袂安稳，困是袂落眠。唉，土地何在？在。你甲我报告，最近有啥物代志发生？大圣爷，这是因为陆角仙拜阵报仇，所以人才会变少。可恶啊！若无甲伊拍甲落花流水，伊毋知影安老孙的厉害。大圣汇集了水帘洞的高兄弟，行向小上帝庙。这个时阵，陆角仙当伫单上做法，忽然一群高兄弟冲入来，将草干麦芬芳讲歹。倒位来高头，哪来破阵啊？陆角仙，你袂记你大闹天宫的遮天大圣啊，是无？哦，原来是大圣，唔知影甲恁本阵有啥物吩咐？好夭得啊！你将万福庵围住，害我无生理通做，赶紧将天罗网踢退。若是这个不过，我就将你的天罗网拍做王死城。大圣，莫讲大声话，即马已经是大闹天宫的时代咯。不管你有偌大的本领，安老孙的嘛无看在眼内啦。陆角仙祭出混元金斗，但是高兄弟是水帘洞的石头变出来，所以混元金斗无到地印，电倒被大圣用手接走。数千年修炼的陆角仙就安尼败在高棍的手内。逃走了后，金喜仙愈想愈唔甘愿。到这个地步，也是无法度赢，连临水夫人的混元金斗也去予大圣收去。哎呀，唔知贤兄也有计谋哦。办法吗？有咯，不如咱用借刀杀人，让临水夫人家己对迄只扑狗讨回混元金斗，双方自然都会起干戈咯。啊哈，好妙计！代志唔通拖，咱就马上来去拜访临水夫人。金喜仙将失去混元金斗的责任，全部推予大圣爷甲李天王，叫临水夫人去讨回面子。临水夫人相信金喜仙的话，马上汇集众宝者，讨论夺回混元金斗的方法，也写批通知五妃娘、七星娘来援助。当伫咧会议的时阵，会小报者通报安海家土地公来拜访。夫人，我听人讲你下了总动员令，这是为虾米呢？可恨迄只扑狗太无理，甲混元金斗提走唔行我。夫人啊，混元金斗一开始就是金喜仙骗走的。而且大圣嘛是为着救众生仙啊！不知这个问题，听讲迄个李老高不伫小上帝set三仪祭汉会，扑狗嘛甲我做散的婴仔，并甲唱高兴，明明就是要甲我作对。夫人，这就是你的误解咯。现此时天庭人口太济。李天王才有这款建议，而且当今住伫个南部的众神全是毒神啊，哪有毒神啊加入的道理呢？佮讲到源头自身无好，像狗一款的，才互世间人误认是大圣的统治，小济恳求大圣，这甲大圣无关系啦。话也未讲完。七星娘甲五妃娘12位已经驾到，五妃娘认出红海家土地公，就开嘴问伊的来意。
土地公就说明大圣要讲好的代志。五妃娘是经过战后才来掌管的，自然主张讲好。林水夫人接受考劝，态度放软。好，既然土地你来讲情，若是将混元金斗还转来，我就看你老大人的面子不起干戈，代志就准拄煞。无问题，明日5时我亲身送过来。一天，陆角仙屈指一算，知影林水夫人答应讲和，马上叫众兄弟讨论好办法。金喜仙想到一个人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马变相师，对前的时啊，会使吹乌木，将身躯打住，然后用催命剑取下新鲜的性命，是易如反掌啊！真好，那安尼，就麻烦兄弟你去邀请。金喜仙请马变禅师斗3工，马变禅师摇身一变，变做一位火烧宝者，挡伫土地公的面头前。火烧宝者，你哪会来遮咧？奉祖庙之命，请今日老人家路途辛苦，特别接回分元金斗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这个分元金斗就交互你砸转去咯。火烧宝者接过手，马上现出原形。土地公惊一跳，你是谁？是安怎夺走我的分元金斗？你会使对李天王讲，马变禅师暂时将分元金斗摕去，伊若是有本事，会使来马兵营相会。红海街土地公头咧咧行转来小上帝庙，对众神仙说明这件代志。我看马变禅师真歹心，甲伊讲道理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事到如今，不管是刀山剑岭，咱爱行一撮。大家应用牛刀，用安老孙的金光棒，就大家互伊天下不留。大圣本来就是一个好心的人，听李天王灭了家己的威风，忍不住一跳，来到马兵营，甲马变禅师喊声。唔免讲要紧，饲了就知。感情乌暗暗，分袂清东西南北，我赶紧用火眼金睛看一下。什么？真正看不出路！一道白光对大圣的头壳后飞来，大圣赶紧用分身法将元神遁出。厉害厉害！若不是我的北九仙功，我即马头壳和身躯已经分做2段咯。李天王雷震子对尾后赶来。想袂到禅师向空中吹一口乌光，3个人的3件武器竟然瞬间消失，大家惊一跳，赶紧逃回小上帝庙。李天王定了精神，才开喙。我一时看见马变禅师，才会造成今仔日的失败。若想要破伊的道术，就要有文殊广发天尊的定慧珠，加着太华山赤精子的照妖镜。李天王照着法宝，过来到马兵营叫阵。马变禅师念动真言，对正北方起一阵乌幕打落来。李天王马上将定慧珠坐去空中。哎，是定慧珠，来之不妙，38个走为上策。大圣摕照妖镜对禅师一照，禅师就现形趴伫涂骹。李天王一时性地举起来，想要取伊的性命。哈有情啊！
我今仔日特别为这个议题而来，因为日后要有用伊的所在。师尊，我烦恼，若是将伊放走，伊会来报仇。天意如此，免偌久，有金魔王扰乱，只有马边善师的乌木才能阻挡。李老君只是众人起一间phong神庙，却无一天的时间，一座phong神庙就起好。修法完成，三山五岳的神仙，紧请假归天庭，紧请假转落人间受香烟。搁再讲，临水夫人调集众婆姐，问啥人有意愿甲土地公结婚。冰娘娘，奴家火烧保者愿意。恁的年纪相当，真是天作之合。李老君马上安排一场闹热的婚礼，将神仙闹到半暝。老君传令将神仙缩归本位。无一时，神归龛，佛归庙，高王归万福庵。就安尼，一场大混乱终于结束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小红神》是由柯炳丁先生原作，曾慧静大讲师编剧。剧中的人物：上帝爷、安海家土地王团结演出；康元帅、雷准子、大圣爷、林瑞坤演出；赵元帅、金希仙、马变禅师、张志宏演出；无人机教师陆角仙、王彦波演出。关圣帝、过路人、孤囝、李天王、黄新地演出；三太子、陈义如演出；土地公、李老君、张家济演出；孤灵圣庙、林水夫人、陈美凤演出；马祖婆、苏应如演出；富人人、郑佩文演出；过路人、孤囝、先祖徒弟、杨派玲演出。火烧保者黄秀金演出。
了。